摆伫文化中心文物展览馆所展出朴志华展览，是由3位素人艺术家林李下流、王旦明珠、桂娥虎笔所共同展出。3位艺术家分别专长不同的画法，展现充满个人风格作品。早期我们对于学院派或者是透过技巧来做的一个创作的作品，我想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部分。那素人画家他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可能不是这样的一个学院背景，或者是曾经在这个艺术创作里面有充分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技巧。那我们这次特别透过这一个创作，我们其实主要是针对3位我们在台南市生长的3位女性的素人艺术家来做这样的创作联展。他们除了3位都是女性素人艺术家之外，他们都是出生在台南，而且都已经是当上阿嬷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想在这3个作品当中，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点，他们在相夫教子之外，把家庭照顾得非常好，而且都是在他们孩子长大之后，才有时间去学习，去开始创作他们有兴趣的创作议题，而且他们的创作议题都一样以他的生活周遭的人事物为背景来做他们的创作养分，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朴质之美、生活之美。其中艺术家桂娥虎笔对原本墨字开始画图，过程当中因为厝内人的支持，希望伊会当对画图当中找到快乐，加上伊的努力加天分，让伊的作品受到各界注目。作品当中运用点画方式来呈现家庭各地风景。我细汉无写过字，我就一直想讲，即马大汉。结婚了嘛是无晓，即马了就我来囡仔大汉了，我就想讲无代志做，我就讲来学一个物件，人讲教我学拍牌，我都无兴趣，我就去学这个画图，安尼画图四周边阮拢看到咱家己的人，庄脚的代志，安尼我就安尼想，照安尼画安尼。去的时我头一拢听无嘛，听伊讲你画兔鼠啥画啥，我讲听无，我坐伫上后壁门入来，遐拢唔敢互看到安尼。头一个实在是真困难，我讲举笔并咧举低头较重哦，安尼啦，我就慢慢学，阮咧囝鼓励，早囝讲妈妈你莫压力，你画你欢喜的。画唔好，搁家夫妇的搁顶来安尼，你就是互伊快乐就好安尼。文化中心为了推广3位素人艺术家的创作，嘛规划了计划认识专区，结合学习单，希望让更加多参观的民众来认识3位的艺术风格。那我们在这个展览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透过学习单邀请到不同的学童来到我们文化中心，来让我们这些长辈呢来跟他们分享他们的以前的生活点滴，以及他们创作中的元素，来更认识在文化之中的一个创作的能量之外，也更能够更认识早期的一个文化生活的背景。这个展览对现在一直展到3月14号，邀请市民朋友来到文化中心欣赏3位素人艺术家的作品，透过艺术重新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加青春回忆。但新闻古博以采访报道。